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抗疫利益家己大地当将届满1个月，市府下晡由2位副市长率领相关局长召开记者会，一方面提出南西顶灾后重建修复以及租金补贴等方案，同时嘛列出重大灾害捐款专费12亿5千万，将落入即摆大地当的补助。抗疫利益家己大地当，市府团队伫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变。协助灾民来撤离，设立临时避难收容的处所，一直到2月17日，提报受损的房屋总共有4291户，已经评估的红单有477户，黄单1333户，其中还未评估的还阁有228户。市府18号下午，伫2位副市长的主持，带领相关局处来说明灾民的安置，甲着重建修复的方案。包括重建修复的补助，以及受灾户租金的补贴等。其中市府已经空列12.5亿，重大灾害赈灾捐款户的款项要来协助。我们现在是针对红黄单，才有给这个所谓损害评估之后的补助。那依照我们现在灾害的这个重大灾害专户的剩余的部分是15亿8千多万。那扣除掉我们对于0206生活辅助的相关计划，加上安平的这个海沙屋的部分的相关计划，可能要保留应该是2亿多，接近3亿的经费2亿8千903万左右的经费要保留，就是让它的相关计划可以持续进行。那所以我们现在框的这个危险建物的补助是12亿5千万。那12亿5千万就是善款给公务局针对我们民宅的部分，
民宅的部分所提供的协助。那这个协助不会是100%，一定是大家要斟酌，就是说它的修缮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它能够修复到它原来的一个状况，让它可以入住，而不是修一个新的给它。住宅补贴的这个部分，以目前有去登记，有登记需要有这些所谓的租金补贴的部分，但是目前大概不到300户，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记者会呼吁，我们未来这些灾民们如果有需要租金补贴的部分，可以就近到我们区公所去做相关的一个登记。那另外，刚刚我们社会局郭局长也特别提到，目前已经预住到我们的所谓的南水署的宿舍的这些灾民，你随时有找到适当的可租的房子，你随时可以离开。那离开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申请相关的租金补贴这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不用说，因为我们现在跟灾民的合约是6个月为一期，可以再续租那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些灾民担心说，我6个月还没住满，但是我想要去我有更好的一个租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可以的。副市长表示，目前受灾户较烦恼的，就是雨顺的紧急评估，民众有异议申请扶贫的部分。因为要等待专家来组成扶贫的小组，受理扶贫的作业，原则上1礼拜内会来组成。另外，租金补贴的部分，市府嘛推缩到1月21日。至于吕博园安置搬迁的住户，虽然一期的签约是6个月，但如果受灾户有更好的安置租厝，嘛会用来解约，并且申请租屋的补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目前正对着黄金海岸沙滩如何维持持续改善，立委林俊宪上午嘛邀致中央相关单位高中会勘，确定争取2亿8千万的经费来修复台南的海岸线。预计今年顶半年乘坐水工企业明年发包工期大约2档。台南市黄金海岸因为海澇的关系，加上安平上港的土地，造成上港以南到2林溪的沙滩每年来流失。虽然后来伫黄金海岸嘛做了土地，加上北沙南温，才互黄金海岸的沙滩渐渐来恢复，但成效也毋是真好。对此，立委林俊宪上午邀集经济部水利署，甲着第6河川分署到场来会勘。由第6河川分署正工程师针对目前的5种方案来规划比较，目前朝向离岸体的规划设计，希望会用恢复过去黄金海岸水的沙滩。你若对家行袂到海水啦，脚会很烫啦，走不到啦。那现在各位甲看，刷了差不多120米尔。当然，因为跟三港开发，我们破坏了原本的自然环境有关系。那现在我们要把它救回来再来恢复黄金海岸过去那个美名让台南市的民众多一个清水环境能够像以前那样子第一个部分，它需要做水沟模型试验，因为这不比一般河川海物件，它那个需要动床的一个试验，所以这个我也会请成大做水沟模型试验，尽力的做完。我们现在方案大概确定，我们就马上做水沟模型试验，花半年时间来做 double check， 因为要开要用3亿的钱，政府今晚摕3亿出来，不是遐简单所以咱做一定要成功。袂使做到失败。上午的会勘除了中央的官员，另外还有地方的民意代表、议员、里长以及南区区长、新台近海水文中心的主任。该案虽然有具体方案，总经费大约3亿，但水利署强调，还佫需要先做水工的试验，并且修正海岸防护的计划。加上目前土地外面还佫有饲鹅的鹅棚，水利署希望明年施工进前，会用先甲鹅民来沟通，避免2档的工期影响到鹅民的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由议员蔡小薇甲空间慈善爱心协会所合办的东区弱势学生的奖助学金，这4年来已经帮助超过600位弱势。而到今年的奖助计划经扩大实施，包括东区以及中西区等14间各中小学。议员蔡小薇、金俊良秘书长、教育局副局长杨志雄、中华九子慈善会等代表陪同下，18日伫议会召开记者会，宣布东区弱势学童奖助学金的活动举办已经迈入第4档，持续照亮弱势学子的求学路。国中的部分，只要他的成绩有90分以上的，就有奖学金1500块。85分以上的有奖学金1000块，另外国小的部分是90分以上有奖学金1000块。那国中国小呢，每一校呢，我们另外再提供3名的一个校替奖的部分，也就是说他无论成绩如何，但是他在学校的品性表现是值得鼓励的，值得嘉奖的，那也可以请学校来提供给我们这样校替奖的一个奖项。我们希望不是只有着重在成绩，更重要的是品格的一个表现啦。教育局副局长杨志雄表示，奖助学金的鼓励，其实就参像是种下希望的种子同款。感谢蔡议员以及康恩金慈善爱心协会长期持续关怀。从这么多年以来，他每学期几乎都是开那将近快20万的钱15万这样花，都是要把这个希望的种子种下去。那尤其我每次看到有校替奖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孩子除了会读书以外，还要会做人做事，甚至要会孝顺自己的父母亲。这个应该是我们推动这个新学奖学金这个主办单位他们的用心。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学习的路上，在成长路上，真的很多亏有这样的这些慈善团体给的这样的力量。那我想在座每位前辈校长，我都是学他们的那我们都会把每一分社会团体给我们的力量，把它用在孩子最需要的地方。今年奖助学金计划涵盖东区侪间学校，包含后甲、复兴、崇明、中校等4所高中，以及胜利、博爱、大同、东光、德光、复兴、崇学、崇明、裕文，以及中西区正下等10所高小，希望将爱心扩大，支持各界需要帮助学生。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响应今年世界母语日，市府教育局甲台南生活美学馆合办画作展览，特别是学生用画笔来表达因对母语的了解。主办单位对2000多件参赛作品当中，选出48件优秀的作品来参展，邀请大家做回来观赏。已经2个望拿兼细课。这句俗语有怎样的情景？在展览当中，学生发挥创意，用画图的方式，甲语言艺术做呈现。抓鱼抓好，唔通抓到赤查某，鱼真可怕，好嘛真可怕。但是我感觉拢无我妈妈骂我的时阵恐怖。妈妈说鸡不爱谁菜龟，3年级了他拍掉了，然后呢他。用过很多衰的事情，然后有一天他就中了彩票，他就觉得很开心。有台语，也有客语、原住民族语、新住民语等等。世界母语日，台南市教育局伫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系列活动，咱画咱的话，展出48把作品，会当对学生的画笔当中。看出因对母语的了解肯定吧。母语的推动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嘛是教育局长年以来交所有的学校共同在努力打拼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工作。这个活动嘛，一定推动超过10档以上，希望可以透过小朋友这样子细腻的画作，它童真童趣的展现，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我们多元的文化。咱是用真悬的规格用特定的方式，互囡仔的作品有一种真高尚的迄个感觉鼓励囡仔后摆佫继续往这个生活美学，也是讲艺术这方面来发展。这摆展览将展到2月26日，来看学生如何用湿水配合图画，创造出一把语言的艺术。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遮。
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安平开台天后宫专台西来安受印尼大乡杨姓夫妻邀请，2月11到15號在農茂武市甲萬隆市展開宗教盛景。期間，台灣傳統藝術文化都要去當地華人甲印尼人熱情的歡迎，嘛為安平媽首次走訪印尼，寫下歷史新的一頁。在结束茂武市元宵嘉年华活動後，台灣訪問團一行人隨即轉往印尼萬隆市善德宮參訪，由安平道壇王鴻儒道長主持參拜儀式。採家儀式大典圓滿，大典順利。今日由在咱安平開台天後宮主任委員羅友禮率全體委員會眾委員一同，按台南專台西來安董事的董事長詹正義及全體董事。台灣的朋友過來啊，過來印尼啊，歡迎啦，萬隆印尼，希望會當合作。訪問團成員有安平開台天後宮主委盧有禮、總幹事林國明、常委員黃敬月、張蒙忠、委員盧玉美、林景元、陳義榮、信徒代表李賢德、林仁燕、西來安董事長曾正義、名譽董事長蕭志光、副董陳美琪、林子雲等貴賓，全都陪着繞境隊伍一起走完全程。这场在万隆市的绕境活动，可以看到印尼各种族宗教的义政表演，充满异国风情的游行，也让台湾来的朋友印象深刻。虽然神教上的神明是大家熟知的关圣，不过一旁伴奏的锣鼓声更是融入了印尼传统音乐的节奏，展现出印尼朋友的热情与活力。从小在印尼长大，目前在国立暨南大学就读的高明景同学表示，之前在台湾有参加过安平开台天后宫的文化导览，这次看到庙方来到他成长的地方绕境，让他既开心又兴奋。台湾的时候也会去看，就是家将啊、顶桃啊这些，就是台湾做得很好，就变成其实过来印尼的话，他们也更多去了解这个这么特别的文化。以阮地区这间善德宫呢，是第一个跟台湾人的交流，所以呢，伊嘛真慎重，第一只皇家来游行啊，来做咱这个呢绕境这动作安尼，受到当地呢真欢迎的对啊，规个社区拢动员安尼。绕境结束，印尼多个华祖侨社也设宴款待台湾的朋友，同时期盼未来持续展开台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心能够有缘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但愿以后能够常来常往。印尼所有跟我们文化体系都非常接近的这些好友都能够到我们台湾，到我们安平来，我们做一个文化的交流。再次感谢我们万隆市善德宫所有的主事对这次的热情招待。安平妈与全台西来岸10家将首次来到印尼绕境，成功促进台印文化交流。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卢有礼以及全台西来岸董事长曾正义也欢迎印尼的友工们未来也能来到台湾交流。记者张寿维印尼采访报道。现在上行的 AI 技术嘛用于医疗，基于病院特甲群创光电合作研发第一代国产的机器手骨，会当调配病院大约70%的化疗药方，大大节省1/3的药师人力，同时嘛真精准来提升化疗药品的调配甲作业效率。
口罩、手套戴紧紧，药师全副武装，手动抽取化疗药品。传统的调配方式有着极高危险性。如今奇美医院与群创光电联手，成功研发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怎么样？入针，然后抽药的时候不会让药品喷洒出来。那如果是机器调配的话，基本上药师就不用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台机器的引进之后，它大概是覆盖全院处方的70%。那就是12种的化疗药品，那节省人力上面大概是30% 以上的人力。那当然这是在一台的状况之下。这台机器配备精密的计量系统以及智能调配软体，采用多重药品辨识技术，能够精确核对各种药品成分和剂量，减少浪费。且系统可与院内的医嘱系统连结，确保治疗品质。AI 你人生就袂悲哀，我们如何用 AI 来帮助医师，这也符合我们赖总统的健康台湾、守护台湾。而且机器设备是台湾本地做的，所以我们的韧性服务24小时服务奇美医院。这个成功是已经成功落地，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了1000例以上，那么精确率就是100%。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落地的成功，可以带来在台南这个医材的制造南科产业园区的一个成功。这也是台湾第一台国产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要价2400万，目前成功调配1000笔化疗处方。奇美医院引进自动化设备，减轻药师的工作负荷量，将病人服务效益发挥到最大。记者收怀台南报道。过去各县市要为新的街道号名拢真伤脑筋，不过现在台南市伫新开发的中卫区，或者是工业区的道路当中，就以地价的姊妹市来号名，不止纪念彼此的情谊，也凸显台南的城市外交。其中包括水府、京都、本庄等5个街道，拢伫安南区成为台南市上侪。台南和日本水户因为飞虎将军结缘，两市在去年签署交流协定，缔结为友谊市之后，市府率先在安南区将新设一条路名，取名水户街，成为台南城市外交首例。而且有一就有二，同样在宜安果菜市场附近的宜中湿地重划区，还有我们的友好城市，也就是美国托伦斯市，也一并核定会增加托伦斯街，也让民众表达肯定。跟日本的外交啦，这样子或许会是比较友善，这样，民众比较观感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创新。关于那个新的路名啊，我觉得对我们一些地级的一些姐妹是可以比较长久，然后也比较友善。延续去年这份以国际城市命名的想法，台南在新的一年和日本埼玉县本庄市缔结姐妹市的会中，市长黄伟哲再次宣布，在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附近，也将有一条本庄街来纪念两市永远的情谊。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国际我们的友谊城市也好，姐妹市也好，或这个签订协定的城市也好，他们留下也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就把街道命名来应用上去。但是如果在既有的街道命名会造成民众的不便，他们生活上还要改户口名簿、改地籍誊本，但我们从新的道路或者工业训练的道路，都厂商还没有进驻，居民还没有开始进驻的那些地方的道路来做这个命名，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增进城市的友谊，一方面也不会对居民造成生活的不便，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台南2025年因为持续推动29个公办重划和区段征收等开发案，所以未来将持续在新设道路当中以台南的国际友谊城市来命名。目前在安南区以日本、美国、韩国的姐妹市，包括水户街、托伦斯街、本庄街、京都街、庆州街等等来命名的新街道，已经是全台南市最多。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虎公山南台别院探蝶元宵会顶比赛嘛，举办一场数位交流活动，36位数位家拢组织伫虎公园美术馆，用数位来呈现佛教的经典，或者是画出山水，照出观摩学习，气氛相当的热热。
流利的行草字体写下佛经真谛，还有以篆书绘好的万法奇观，复归自然。为了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艺术弘扬佛法，这天在南台别院有许多书画家各自用墨笔呈现不同的作品，常乐无极了。我希望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自在啊，那么彼此之间非常的包容，能够这个样子的话，那永远是快乐，是没有限制的。未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是说，人要跟梅花在生活里面去了解，有一些佛理在里面。书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修身养性的法门。一笔一画之间蕴含着修行的智慧，一字一句流露出生命的境界。这场茶话会不仅是书画的交流，更是一场佛教文化与心灵的对话。书画家呢，大概来了36位。那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各个应该是艺文界艺文会的理事长啊、理事啦等等，其实有多位都是在台南呢重量级的艺术家。36位书画家都与南台别院有深厚的友谊。最近灯笼比赛评审刚落幕，满洲法师也特别颁赠感谢状来感谢。现场60多位佛光人一起闻墨香、品茶香，欣赏书画，感受佛法就在生活中的理念。记者孙怀谈的报道。感谢收看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个落地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